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今日同大家介紹 IPO 叫做華健未來有個 B 字嘅，即係一啲微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啦公司喺成都發跡嘅，2017年開始咧就到而家咧都係做一啲免疫腫瘤學等等一啲臨床嘅生物科技啦咁都係屬於市場歡迎嘅板塊啦。6月12號開始招股17號嘅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上市掛牌日係6月23號發行價格係81.8咁8200蚊多啲嘅入場費啦集資額就挨近70個億嘅。咁就屬於中上嘅行業啦不過就喺嗰個集資額上面就偏中大一啲咁所以咧我預咧嗰個投機味咧就都係中上咁樣啦咁但係有興趣嘅話自己去認購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